没问题，就没把客栈，能客栈分面话，行业明年到咱们客栈分面话。耶稣我带耶稣我到耶稣那归结，归结白破耶量破破耶量耶稣来没有耶稣来没有农海量农海量恁就到恁到叫啊托妹恁妹都走红你交火恁到叫啊恁到叫啊叫啊它是那个不是这个啊它是这个啊叫啊叫啊耶稣爱耶稣我为解白跟着白托一两要一样东西托一两耶稣来来没有海量没有农海量领导叫啊领导叫啊耶稣我带耶稣我到耶稣那归结白破一两破一样要一些破一两跟来耶稣来问 ask in 回没有能海量你要用什么海量领导导就啊耶稣带耶稣我归结摆脱耶量耶稣来没有能海量领导就啊要煮酒像一只风筝飘落遥远的泰国地兄弟天涯两分离何时才能再相聚啦啦啦啦啦啦要祝兄弟在何方家乡亲人在盼望啦啦啦